係點樣出一個簡單快捷又精神嘅頭髮呢？歡迎嚟到男仔髮型教學第一集。首先洗頭，抹乾4成，喺髮根位置噴上打底，跟住左右吹鬆個頭，吹到大概9成乾就可以用梳揾翻條分界出嚟。用梳將頭髮向後吹，可以令個頭更加鬆。分層用捲梳向後吹翻線條，劉海位置吹完之後，慢慢將頭髮捲住向下放，等佢冷卻。頭頂位置分層用3熱1風吹拱髮根，將頭髮向後拉嘅步驟都好重要，可以向後嘅頭髮流向更加明顯。另一邊嘅劉海用同樣方法吹，但係重點係放頭髮嘅時候要向後梳住放，可以令每一把頭髮都平均咁拱。頭頂其他頭髮繼續分層用3熱1風吹蓬鬆，跟住就可以拎出我哋嘅直髮夾，向上拉再向後夾。劉海部分我哋可以用先熱後捲嘅方法，先輕輕夾一次，跟住之後向前捲。喺冷卻嘅期間可以輕輕調節翻劉海嘅位置。另一邊都係用先熱後捲方法，其他頭髮一樣，上拉後夾，後尾枕嘅頭髮可以好隨心咁拎起，再 C 型向下捲，夾完再執翻細節，之後再用打底配合手指找翻線條。為咗可以應對好似海灘咁大風，完成造型之後噴打底係十分重要，可以令到頭髮嘅大致形狀仍然喺度。完成呢個步驟之後就可以全頭噴 hairspray， 咁就完成啦。有問題或者其他髮型想知，都可以喺影片下面 comment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